那现在就献唱一首歌，下午还有我就先用口簧琴来伴奏，我要唱的是美丽的泰鲁格。我们知道泰鲁格是美丽最美丽，好山好水。好，等一下哈，已经等到哈，请问一下，你耳朵里面挂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耳朵这个是用那个叫什么剑笋的那个竹子，然后就以前我有去采访老人家，他们说以前是放种子，他们去打猎的时候，然后就不是就去1-2天，就去差不多1个半月，到猎区那个地方先开垦，就把那个种子播种这样子，然后就播种完之后他们才去打猎，这样子是有听说。如果有敌人跑到你的猎区的话，他们会用这个做暗号，是这样子啊。如果他们的那个勇士们知道之后，他们就会去埋伏，看到这个外人的话，就那个头一定会落。快出来！